此，我在此等他。你先下船，放好书香报告。是。让开！让开！说啥？我家沈少爷要上京观考。什么沈少爷还是少爷？没有听说过。大名鼎鼎我家沈日军沈少爷，你没听说过？文这地方一本钱财都在我家少爷手中。这钱财再多，也没有拿在这条路。你，我偏不让开。我看你让不让开？妹，我要我这种人一分见识。哎呀，小弟听说沈世娟人长狗屁不通，也想上京观考。我带了这么多的香笼，是想夸他的才见马个功名。你是欺人不欺人？事与千姿百态，神有三等六样，天下的事见得多了，也是不怪了。小姐，听说这个姓沈的当年晚向你娶过亲，哎呀，真是不要的这种人，你先下船去吧。东安，不要我他们争吵啊！深夜里亲，龙兄亲。深夜里，你去过京城多次，听说那里十分繁华，到底何等模样？呀！当今的京人，虽是偏安江乱，半壁江山，恰是酒香灯红，暖风熏身。一旦自身温柔相助，四红兄啊，我等只怕呀，不知今夕何夕，流连忘返哪？有理，相公，有理，相公，这孟兄，少主人真是多情多义，还得你到杜口相送啊！监公弟妹，这是年兄王子龙，这是沈世娟，我们三人同船上京。师兄，你我先下船去吧。相公，有理。有理，将鞭送君上帝境，下列将长来言。
上用明镜。想当初你为言请来读书郎，见不顾寂寞拦住自杀人，我家徒四壁无常分，唯有那木头金插座礼品。月莲啊，今朝十逢夫人去啊，万福金人好事啊定，三公这对报喜事，心系年纪子与恩。欢喜关带我心，喜的是长子得财一月事，不枉我为一张三成，愁的是为什么？经济旺盛自度险，风波难测外海分，将quân金台分飞缺，弟子小则同堂。娘子，今世一笔不管终于不中，日本都马上回来。不管终于不中，你都马上回来。日本之话，难道娘子心中有你？不，有莲心里。此时你同沈世娟一道上京，实在听他说今人生命。娘子放心，日本去为我慈悲同旅而无啊！相公，女儿，你来，你可记得小时候我们在江边看过的戏吗？就是那份四金年与二新郎的戏。记得当时你问我，日本哥哥，你长大了会不会做儿媳啊？你说不会的，不会的。我咋做了儿媳了？水上大火烧了我，水上江水淹了我，水上雷电劈了我。相公。你看，这支警察虽然出自山阳，却是极为其实，见为己分，神明千责发怒，始终不改本身。牛令，日本此行，警察为证，君子一诺，事事谦君。
年轻10岁不是梦。相爷请。哈哈哈哈哈！贤侄，贤侄，好子啊，好子，拿去帮我磊落为盟，我不奉听。相爷甚至怕水兵。啊也是啊是啊，相爷的说法，原来可比严正清雷公传，正云十别，二阳君王羲之，满身尽着大开眼界，真是三人有情，三人有心啊！过奖过奖。丁相爷幸福上月望日梦，请见。夸夸有情，夸夸有情。去请常员公。起来，快快起来！孟昭为门来自一幕望相爷见面，老夫可要把你用，也愿名列榜首，才华出众，行则成为岂能不死？喏，把你灵验四壁，留下莫报。相爷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呀！常员公，请。多测风味求精，殿院不算精心训课，文采风流，难得啊，难得！是啊，相爷为言实诚，上员公这般认罪，其实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是啊，今日可算是群言毕之，才所作为都是少年英俊少年呐！冰相爷，花厅曲艺已经备好。好，此殿院稍留片刻，作为县卿花厅用言。请。表叔，小子拜他出来。相爷的大事叫我操办，我正忙着教授。小子这里外有薄礼一份，再有红巾相送，放心好了，去花厅请。相爷，相爷留下万生，不知有何见解？殿院莫慌，属下慢慢设话。是。不知田园贵此事，万生是温州谁？好啊，温州乃是文物之邦，素来多出才子，难怪田园一表人才，满腹经纶，可与贵子了。蒙身上之恩，居然江西鸟州前跑。江西鸟州本渔民之乡，好地方，好地方。
也愿此去定能踏转宏图，前程不量。是啊，前程无量，哎，无量前程啊！哈哈哈哈哈哈！常员公，今日相爷分外开心，你要喜上加喜了。相顾千金一度江，待字闺中心气高。夜尽鸡鸣四万，更夜金榜不转啊！今日里家人要将在子上，常员公你上西临门都用了。常员公，快不快拜见岳母大人？哈哈哈哈哈！相爷，梦相爷不求你三观恩德，正是我家中已有气色，不敢从你。哦，不妨事，遇到是以我传去了，要掉心的，防止自上了，要外好的。我就认我奸计之内，自在所为。张员公，你那么聪明的人，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嘛？不拘怎么奸计行事，果然是自在。孙儿，守身自若，始终不渝，更是严正。哈哈哈哈哈！田园之外也有道理，孙儿这自己亦不知其二。莫今世上夫一交，贵一妻，公卿将相也司空见惯，既正造律，也就算不得什么大事了。相爷，旁人作为万圣不管王家之命，这是万圣之气，却是万万不可以的。相爷，你往昔家兵自西都是光，天子女多插门将是贤郎，一直莫精彩为凭借人上，立下生死门但我今日我为民初登龙凤榜，单单心事岂能忘？相爷你记错阳亲，草纲上万生苦心领尽了。好吧，为凭此事，老夫也难勉强，用你三思，这种平和。相爷，相爷，快有请！此为谁也？相爷，相爷。张员公，我真是不明白你呀！啥在相府高枝盼，你千推万阻坐下，平生不懂守将，自己的糟糠自欺不下当。是难杀此情妻，并相爷真金切两人不能，且尽有家尽我家，忠心儿子真凄凉。一不见相爷变脸去何当？怎来是遇人难给就隐藏？大胆拷问开
把来上方丈拜人样，也只得青天有命何不成之？就一个文兵无为是告辞。张元公，张元公，张元公万岁，张元公万岁。我不言他地理，糟蹋为虚，他都背起穷酸架子来了。如今他出丧之徒，就是此全傲不逊，甚羽毛见风，也不知是何张狂你。他是啊，定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此事当年一时犯障，这是他为着生平在外把里挑引，叫老夫难杀这门妻子。小爷只要皇室成功，现在休掉他的妻子。我倒有个主意，什么？方才回廊之日，有个今日叫生死决定，相约可还记得？倒还有点记得。此上文章彬彬，不过是我倒还成儿。他的相约可算是忠心耿耿，方才还身上立等一人请相爷。快讲正事。那孙子杰也是文罪人士，听说正向黄石峰自弃去亲，何人方来去见敌？好吧，此事就由你宽察办吧。但愿这个生死权能接老夫一份，可信的立一份。尽二位，尽力而为。慢！死生之前，将王石峰好生款待，不准他离开京城半步。是。凤啊，石凤，你去我与婆婆娘家子，和我欺凌实可恨，他骂我金茶为贫。穷一死，我叹气叹。
婆婆，你有没有吃早饭？哼，明明过了晚雨，夫人就是不见。冬梅，快上街买些点心来。哎，不必了，婆婆。你到哪里去呀？我去亲家母送饭去。哼，写个米饭为王哥，王哥的米饭我也要三要你。哎呀，亲生，说他几句一怕什么？谁叫他生过儿子，自此潦倒，常言道，欺老爱妻小，中书生人的情欲啊！呸！我是我陪你来帮忙，这上演早着包那个草王三鹏，手段丈夫的王金英，只晓得不知误杀那个猫，那老太婆脸上我不想啊，明里治病难碰那个高。肉脸的八字我怕苦，我的心他呀得到老。万一侬语言无知个老糊涂，土法烂里当真吧，哎呀土法烂里当真当真好。母亲，你不要死了，我偏要死。母亲。王中长进家长的侄子，这么完美的音信，他是个不管中与不中，都会马上回来的。我竟知道，到底是做了高官，俱往其亡。何况啊，他不中你苦，他中了你干苦。亲家母啊，这话可不能这样说呀！不这样说，哪这样说你？你倒想想看，世上哪有把嫁出去的女儿养到老的？哪一步不到新娘家把王朝的？婆婆她是我这位家里来的，你与妻那么大我都可以与婆婆无关。哟，好一个小姑娘了，你太过分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婆婆，母亲她一时糊涂，晚上婆婆不要放在心上。婆婆，你要到哪里去？纵然我死街头，我也要离开这里。婆婆，你不能走，我不放你走。我一定要走。婆婆。婆婆啊，鸟脸三非你亲生女，你待我啊更比骨肉心，你呀。你做两分，到娘家一句冷言两
娘家把情头，真实是啊，女儿有苦娘家来，才知道何是亲生难取舍。婆婆，你他真以为家去，前路情缘在你手，只可参家中死的无里面，我是月脸到夜怕。婆婆，你才有个三长两短，这天坛的大红谁能好秀，你是此生命大义，叫婆婆我说什么才好啊？婆婆，起来吧，苍天，你还是保佑什么早日回来吧。婆婆，老夫人，小心！我刚刚揭开，就看到正子小铺上那个红点的管家，他接了我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其实狗爷给回来的寿星。小心！这个婆婆，这是什么东西？你带来的假信？小花，你查。谢天谢地，这封总算来信了。看你们高兴的样子，好像是这个总算真的中了状元啦！哎，说不定真的是事，大天什么啊？母亲，弟弟，快快插心，快看是些什么？好。宋长元送花路，举是要走乾欢府。告中残勇啊！告中残勇啊！恭喜王老夫人！冬梅啊，你怎么不恭喜我啊？哎，你笑什么？耶！我的宝贝女婿中了头名状元，我能不笑吗？这是大白天什么话？哎，这是一家人在的知心话。我怎么陪你来帮忙？这张眼照着保护那个头这蹦他两儿在肩顶住关，把子上下不高。亲家母姊妹双母有吉祥，不高明不正，说起来的好。月脸的八字我把苦啊，今他能把风滚那个掉，万一侬老老眼
谁把诚心实意的女婿上？来，唱唱夸夸和戏剧，亲朋好友走亲到，最为端坐的亲家母啊！从我连金山背把心意拉呀，连金山背把心意拉表情表。你呀，这是往事都是你。先去弄点，早晚请家母亲。好，对，冬梅啊，好吃好醉，多出来。弟弟，新了没一年晚年，对，花年。天上传从林杀者，什么？今日进城堂内后，有之死鬼归不得，王事情死情别什么？别什么？亲家母通知我了，侬快去炖早饭去。弟弟，这有什么事？死气别。怎么，你也比不下去了？死气别家。什么？还要你领家讨什么？真是我生气，真是我生气呀！早晚哪来了？哪来了？我哪来了？哪来的？弄个老糊涂，弄个老法户，我们搞得好人学到想不去，道不清，世上也不明之事，怎么不明？终于不走，都马上回来，不知道自己明晚与后往好生，这难道不是变心本你吗？亲家母，你的亲家母，哪头是你的亲家母？要小子不在此来么？我不讲，了不起的长官老去呀！你不要，你小声点句，这个东西谁？亲家母，你叫谁？我去叫你，你这个狂，你这个疯狗！母亲，伯伯他还在门外面。贤配，人家儿子都不要你了，你们叫什么伯伯？打开门，不开。好，可以开，不开，就是不开。哎呦，短的，也能增加，弄成这个样子，你们见个混！冬梅，
要叫了，不要叫了。我去！老夫人，你到哪里去啊？小弟，老夫人他真的醉了。弟弟，哎呀，老哥呀，怎么了？弟弟他昏过去了。哎呀，弟弟，哎呦，老头子，老头子。弄个老太婆，弄鱼来了！好，我叫侬来。我叫侬来。哎呦！哎呀，原来是宋相公啊！宋相公，对不起了，宋相公，请。宋相公啊，请坐。哎呀，宋相公啊，是哪只好妇把我派来的呀？听说王日梦休了灵哎。你知道这件事哎了？呀，王日梦在相府尽忠家喻户晓，这是他的家属还是我带回来的。哦，哎，早晓得王这么个小子干么良心，当初小生也曾想努力求亲，妈妈你可是一开答应的哟。哎呦，是啊，这个老头是个肉脸不知好歹了。小生今日耳朵登门向玉莲求亲，今有明知不可孝敬妈妈，还有金茶一袋作为聘礼。也是警察，妈妈，请看。上回去，我以为你是木头警察，原来是黄金宝塔。哎呀，宋相公啊，你真是有情之人，咱们亲事啊，答应了。此次岳母亲长在消息一把呀。宋相公啊，起来！哎呀，妈妈，令爱伤心更烈，只怕不肯答应这门婚事啊。不许声声，啥子都风声，让月莲到走，那就拿当了。一切听从妈妈安排。这个雨不把文字，你最早花轿在身。好，明日一早花轿提神。年轻10岁不是梦。为将边。
你太恨我，因为逼我揭露我一生我那年迈的爹，我闻切心挂的梦中生。再把那可怜的婆婆连生还，终于让我自切身再造孽。可太你手中家教什么，我掐不了儿为我去。别了心啊！西走分新郎，啥你却此李长沙，我张大人杀出了分新郎，就叫大伙了我，叫江水淹了我，叫来天黑了思念
好，在此你望遇见亲自你望到此所苦自修，你烧尽我错为何因？你推问心来心难退，这天理公道，天理公道何此成？来天为我迎风平。抱月难息，心头恨。此情是换了惆怅，灭了心灯散了了情，牵了三千绪万绪，尽皆绪。妇宁将不及此生。
媳妇，我跟小姐她已经被将死了。媳妇，你死得好远啊！我要走。老夫人，你要到哪里去？我要上京找这个没良心的小畜生。老夫人，后面原来老夫人一同上京。好，冬梅，我们走。母亲，有丽。什么情？寒色青山雨尽。若见人间家事结情人，恰为我要死亡我无为自从传香中国谁苗族改条草娘生玉树最早多英权，名为有情。靠什么长远，做什么官？夜夜残月寒骨我们进去。老奸寡子，我的竟在长远府内。岂有此理！你听着，
我这个老叫花子不是别人，是常月的娘。哦，是老夫人来了，带我进去通风。好啊，再当了2天官，家子把得倒不小啊。凤梅，把你头上的小带取下来进屋。我自己小姐带小米。我是想不让这个没良心的看见。哦，小姐，我今天非当死这小畜生不可。母亲来了，母亲在哪里？母亲在哪里？做了错事杀亲之后，虽是当时我也无怨无恨。好，听清楚了，你写的好一封家书。家书？那封家书又不对呀！你顽强在，把家书背一遍。母亲，背。是。中状元升官禄，去世鸟子妾潘夫，在乡权中临实者，纪律精诚，贪内火，有之死归，归不得。母亲，儿我背得可对呀？下面还有一句呢，方是请死期必加上京都。不对，是死期必加上京都。母亲，儿写的是要他告别家里的家事，你明明写的是要他改嫁他人的家事。母亲，是必加，是必加。哎呀，母亲，此事开不得玩笑。哼，谁跟你开玩笑？你写的哪里是家书，分明是手书。死期必加。母亲，有人给了我的书信。你们有相夫照亲啊？哎呀，母亲，儿啥是相夫照亲，怎为孤身一人在此？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呀！母亲，若连接到这封私信，定是伤心万分。小汤。母亲，若连为我不与你们
同来呀？月莲他本来是要我们一道上京来，哪有为何不来呢？姑爷，小姐她。懂了呀，母亲，什么话？只因你岳母年迈，月莲家务人生，难以尽弃。母亲，娘家是有岳母操劳，需月莲费心。哦，这上京山高路远，月莲杀天郊去，怎能应得？哎呀，母亲，你年迈真的来了，难道月莲她年纪轻轻？姑爷，四老爷舍不得小姐，叫她明年春天再来。是，岳母亲为强留出家之女，母亲莫非嫁走？不，家中没有出事，没有出事。看他儿真人实情况，莫非家中真有变故？母亲，不要问我，不要问我！我说小姐都讲，是他姑爷吓得当作心惊。金，冬妹，你口中年年有事，说什么今日？今日没有。都，你听见万官递来，讲什么今日？哦，对，是有个金字，是经过的经，是半斤八两的斤，是金正的金，子肯，夸奖实话，讲。哎呀，母亲，儿子因死期心切，望母亲见谅，其中的与变故，望母亲实名真情。儿啦！哎呀，母亲，你快讲啊！母亲，母亲，这是叫后人带笑。哎呀，母亲，你咋再不讲不明白，而且长辈不起了。儿啦！你家属一道，家中人出了大事，因我莫力其实什么呀？谁比你给家生死救？哎呀，母亲她中你不中，你欺人死不中，他是。哎呀，你不能说。要你堵嘴，母亲，你快讲啊！母亲，母亲，老夫人，你欺人死不中，他对家死了，你欺对家死了。呀！来，苍天，我做此故。娘子要得到父亲是几度，才子你先走。后大王看他有去残生痛，凭一丝与你同走。望见
呀！娘啊娘，眼前他人情深，只是天赐忠义啊！眼前的邻居何处？可怜郊区张玉光，兵满心不可留彩，精彩在在神飘难道13路已不留于我？只有那一扎手叶落江何来死的把你还不能三叉上子到有名，可否他心所
我泪呀，愿我破的梦难言，苦只苦金茶地下他头埋。知他无缘见了血离悲，不肯一并参永久。就能三去楼空也不应方圆为如今是他这个才爸爸万年聚会你望儿子来我难定，有心无力问娘恩，我连见手金叉子十梦不给谁安心，他寂寞有名金故清凉十月用头娘这么多年的话也不愿把讲，母亲，你不该是王家的儿，为娘的好儿子，母亲，儿媳娘。母亲，在那个给了家属的人害得我们一起啊！母亲，那封私信我是托沈世权带回家的，莫非是他？那沈世权也独自为谁？他什么事做不出来？东北的话有理呀。经过长阳宫，吏部文书在此，令你这个
前去广东朝阳上任，不得延误。知道了，退下是。儿啦，你心中之事到江西鸟追上任，怎么到广东朝阳去了？江西鸟追，乃鱼米之乡；广东朝阳，恰是延长之地。母亲就想见我不肯实在，将我调至广东江西鸟追，给派王子往前跑去了。延长之地暴民斗罪，那权相分明是要你有去无回呀！母亲，孩儿尚违抗礼部之命，母亲就想岂肯轻易放过？为今若连生有，孩儿我只得忍下，这可起来。若莲，言情永夏，永夏回来了，永夏，小家孙子好些了吗？老爷，我今天找到了一位本地名医，听说是前福建最好的，开了几贴药，来拿去叫他试试。夫人，因为表弟可真是操碎良心啊！老天爷叫我送来了个女儿，我能不操心吗？快去，快去！老头子原在文州为他走，若别生前到佛走呀。林荫江中去茶女，听声子心肠我来，你来了。你说是你指定的吧？你这巧不巧呀？这女子心切，我家老头子心切，一边难下两夫妻，又疼又怜你女生，再来他要问成前生须长，这去病后子生下去。老爷，我生下来再生下来再。老爷，你何时这么高兴呀？喜事云香云香，快请小姐出来。先公你公你母，女儿起来，起女儿踏心踏心，弟弟实在今人来夫人，一看就看很细心，王者不相负，实在是恰缘来，恰缘来，冤枉好人几十斤，好一副状元过日郎，孙子康婚女来这是真的千真万确。那
情不正，却不正他为将生亲，命他这些上身去了。皆喜结白来满山，弟弟啊，恨过接他江西去，夫妻双为诉尽为。女儿，此时为父早已想到，关若杰却怕苗亮带我苏西到江西鸟州传闻消息，出子孙来，这几日也给为来了。弟弟，你为女儿真是操给了心，请上随女儿也罢。哎呀，女儿，你可要当心身子呀！我发，母亲，女儿我此刻觉得身上的病见好了，见都好了。这句好了，这句好了。女儿，孙王喜事清晨上马，你快去脱了护照，问他红旗。女儿遵命。小弟。去多人呀，对啦！老爷，老爷，苗亮，你回来了？回来了。来，到江西鸟州了。到了。可曾见到姑爷？没有。可曾认识金阳？没有。可曾带书回来？也没有。哦，那你此去做了何事？原书带去，原书带回。这巧为何？老爷，小人奉命要走营，这届小长挂门人，正来小人不识时，吩咐旁人在此情，明经上写着往前判。这往前判怎么样？一仗重兵，一送命，一送命。苗亮，此事非同小可，你可问明白了？明白。老爷，我们到过施压他们，他们说这位前判是新王，是问罪人，至今可得中，是重兵死定。哎呀，老爷，这是脾气太累。与我共生，谁知道心生变故，更心惊。想女儿来恨出事并转情，真叫他回国余乡断掌声，可难去心无人。为何好且心不仁，只因情云香。云香，快将夫人请出来。夫人。云香，小姐可在他死机房中？是啦，小姐她不开心嘞，正在梳妆更换，温存洗衣裳呢。好，你去好好控制小姐，千万不要让她到这里来。
呀？叫你去你就去，少多嘴。是。夫人，老爷与亲，来了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呦，老爷回我，莫非苗亮从姚州回来了？正是苗亮回来了。带来了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带来一信，叫声通信。你说什么？那王日崩他刀刃不绝，就在鸟州平过了。这是如何事呀？哎呀，我那苦命啊！起身，夫人，若连他天上不平，只怕这夜精神不起。我们要设法瞒过他才是。是呀，这件事千万不能让玉莲知道的女人。小弟，你到哪里去呀？哎，小弟，你怎么了？哎，过一会儿苗病不好了。女儿，你怎么了？你女儿，用香快去端牙。哦，母亲，女儿自闭，非也啊，后子。哎呀，女儿，你说的什么傻话？你刚刚完事，身上的病全都好了。是呀，女儿，你一定要好好强养身子，顾惜日子。我们不是要到江西去看姑爷的吗？哦，是啊。女儿，你这是何意呀？弟弟，母亲，几番风雨，几番愁，伤心早已负累了，心中寓意盼君生，名利无缘也难求。女儿，你都听清楚。望望一江四门，两心一时长厮守，为了今生应付花。从今来老西边多成全。女儿，女儿，必须一时相聚。女儿，你再与我亲婚生来。你快讲来！来逢黄老几人
一个多情的女子，为我答应求死。遇到将心死了。女儿，这一路路程，我正担心你的身子呀。母亲，原我一回到温州就觉得好多了。女儿，这5年里，你年年回来到这江心之继父，也真难为你了。方丈何时可曾危险？大圣，今日与太阴国君呈上四汉大圣，害得王太守也来此也想，始终之事忙不过来，请大圣先到相望歇息。哪个王太守？哦，听说从广东朝阳而来，前往福山而去，待他路过分题。请兄，请兄，行为行为，阿弥陀佛。朝廷上你要为文州传他，归京他太子相见。只因小女在此与心愿离了。你的亲兄和家妹子，行为行为行为。因我女儿先到相望歇歇，我等兄许安片刻。老爷请也。想不到前年兄竟然与这么一公司花子女的千金团在膝下，这是甚至有些虚长。等兄有所不知，小女生死困苦，一直天差不平。冒昧多问，你还不曾婚配？他趁早变故，也不言再见。哎呀，前兄，你真是老糊涂了！我在你这边，弟子悠悠所知，查不起事，说不定能得台阶。说的也是，这是小女身心倔强，不肯。年纪轻轻，哪有水花做生之理？且兄，等我再提成作美，今日若听你黑话，喏，太郎虽是心生绝望太岁，绝爱王太守是啊，这王太岁哟。广东为官自年中，清北曾盼我，你记得我且转向你，他出身江西结安府，今得上人路子，我陪他将心解放，怕你痛。和你千里有缘心相偎，这野人的美欧来中。我即刻休去，且兄，这种婚子你要与父生女商议，我这就去问一问王太岁，明着曹府细细啊！仁兄，王太岁，这个等老头子实是万年辛苦的。不过他说的这个结案王太守倒真是不错。弟弟，女儿是奉上请终身不假。女儿，我知你身顺不忘王石鹏，这是世家5年，曲折曲也，胜者则之万丈。听说这个王太守少年英俊，女儿不妨一见。女儿不见。兴许这对女儿并体有益。弟弟疼儿心生观，
只是警察之门终身不忘，女儿曾代天立下誓愿。什么誓愿？若要在家，此非色中西城。女儿，女儿不愿，你就不要勉强她了。好吧，好吧，做本事去吧。弟弟。王太师，请。滕大人，请。王太师，滕大人，此番路过王水，蒙大人看顾，同来将心事当在，下官只想拜谢了。王太师，我看你呀，还需再拜我一拜，得谢我一谢哟。这恰为我。王太师，你的喜事来了。太金堂亮晶晶，云间桃花稀离人，不见不有女，虽不多也美绝人。他不了李冠军，曾相当相认。天子一对美婚姻，月下老人无当曾无当曾。大人，下官人早举鞭，终身不屈哎呀，这位小姐，法律条约绝不可赦，太师不法一见。下官不解。难道老夫之言不理？大人猎我万身官身，这是警察之门，终身不忘。下官曾代天立下誓愿。什么誓愿？啥要再去，是非实从西察。哎呀，你王大人，此人已到，请大人言下。请等大人请勿见怪。去吧，去吧。阿弥陀佛。
到天明。黄郎啊，我鸟背负身挂冰冷，夜夜可以逃四天。我念你伤心不管江边走，唯恐不见你不踪影。我念你呀，没带金钗来上水，难你用上情深沉。几番梦里心梦去啊，醒来走，醒来走上心无痕。目算千钧黄山雨什皇上，这个夫人是哪家杂角？哦，是福建前二吴家的小姐。什么？她？就是她呀！什么她？就是她呀！哎呀，皇上，这个任大人审美的定是此人。哎呀，世上哪有如此相似之人？莫非他就是我的？哎呀，大人，你在说些什么呀？哦，你不明白，你不明白，不知道任大人真有趣，真有趣哟！哎，王太岁，皇上，皇上！哎呀，皇上，真是找到你了！哎，皇上，正在我的抓的，可见我王太岁。真是我太岁。他，这既是他，既是他，表弟，他的
莫赢啊！宁夏，宁夏，小弟他是叫我王太岁，你们的弄错，不错不错。哎，小弟，我对问你，那王太岁真的想过夜吗？能想吗？倒是十分相信啊。小弟，你为不快去当面问个清楚？丞相黎明，只怕弄错死不得。是的，是的，是的的。好胆！女儿，你放这句婚边上模样，原来是云香背地里与你令父娘。哦，弟弟，此事与云香无关。实在女儿在殿前为其亡命，遇见那见恩王太岁。哦，岂是堂上师弟亲自臣？他怎么样？他好像我那夫君王十公。王十公，哈哈哈哈哈哈！女儿，我看你是思念不争，眼睛宽花，听不懂了。母亲，老爷，女儿之话是曾有因，不妨相和当听当是听我当听，要是不能闹出笑话，叫老夫这与王太岁是何同朝为官啊！弟弟，女儿这里有金茶一枚，那是当年夫君的聘礼，不妨明日请邓大人与王太岁前来赴宴，当场测试金茶，不就一清二楚了？老爷，女儿此计成啊，好吧，为父以命求死，谢帝，为父去吧。老爷，您想我跪着你。啊，起来，起来！谢老爷，您想小弟，哎呦！哈哈哈哈哈哈！举婚姻，叫我谈的美人，如今脸的不去不去，大人万岁，下官。哈哈哈哈哈！你来看这是什么？请帖。王太岁，千万勿要请你我，这个前往上江亭赴宴。放江的。哎呀，这是我这是夜想的地方。邓大人，你我快走快走呀！王太岁，王太岁，王太岁！哈哈哈！此事真相，我已明白十之八九。当一位啊，我还要打打举步上梦中，叫他们直接不踏到慢郎中。哈哈哈哈哈！王太岁，哈哈哈哈哈！王太岁，哈哈哈哈哈！夫人，眼前时日已到，你俩跨不上出前往望乡亭。弟弟，身为王相庭上宴请，女儿我想来想去如此上只身。是为我早已想到，喏，咱俩相处就定在望乡亭外。你们母女长生出来，竟不露声音，又宽得亲，听得明。多亏弟弟想得周到。女儿，我在庭内问他的事，那王太岁上是李夫，你又是何告诉于我？弟弟，今日乃是元宵佳节，此时此等，女儿听得为娃开头，就点起花灯。大队一举，就点一盏。要是监督大队里，那就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远远近近的花灯统统点亮，高高挂起。好，此次为父先这一步，你们随后求来。是。
得被安排。我感到这人若妻子，有鲁莽人间观，身着不红当仕途，帮他为子推官杯。啊，亲兄，王太岁，请啊！邓大人，你刚才我对我已经过度，现在还要再灌三杯，再灌三杯。邓大人，姐兄，你昨天我不曾饮酒，那今天倒要一醉方休，一醉方休。邓大人，哎呀，王太岁，我不过。来，二听来，安高原与西交代，可他传真来迎接，下对我张龙捉呀，加此来。哎呀，亲兄，你怎么不好？一定要好，一定要好！在他打你真心酸，万事由他来安排，只怕他为他现在怕是我不差边境龙准备。哎呀，亲兄，王太岁，这今天嘛，一定要他的痛快，他的痛快哟！邓大人来，正经，邓大人，你怎么自古还救不得女儿的婚事呀？即刻就办，即刻就办。邓大人啊，昨天你在江心寺里要为小女做媒，不知哦，这件事嘛，哎呀，不成啊，是不成。为何不成？哎，苦恼他满心，白天发誓娶婚姻，什么自比出从西方走，要他再去是万不能。哎呀，钱大人，事情不是这样的。还是必应本是上房子，你尽我愿两成心。既然你对天发誓愿，我不管高攀做法人。哎呀，这大人对方的，不得理他就是。来，下去了徐州。本大人，哎呀，少主人，我看你嘴巴上当做美梦，今日你家长我都三鞠躬，大伯将真情说明白，守寡为上他最痛。哎呀，老乡，太爷。见夫人，老身万里。王大人，是我哪来相会？他虽本是后方人，二将之兵离家年，万生原是分
起早不插棍，棍将头张他分。原来赵夫人在江儿死的，哎呀，赵夫人在江儿死王太岁，你少年做起因恩来，他因我偏顾受将心。生死权神仙，该守心城堡上是一年成。对，是生死权，是生死权。哎，王太岁呀，你当初与少夫人成婚，与何万为亲？非是奸，非是啊，这平是什么？一枚金钗系同心，金钗是金钗，是金钗。了无心了，水上大火烧了我，水上江水淹了我，水上雷电劈了我。